一起經過，一起經過。一起經過哥林多前書15。呢個禮拜我哋嘅讀經係哥林多前書嘅第5章。今日靈修分享係5章嘅9至到13節。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，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。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，或貪婪的、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這樣，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，若有稱為弟兄是行淫亂的，或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罵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，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。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？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嗎？至於外人，有神審判他們。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。呢度提到先前寫嘅信呢，就係指到保羅寫呢一封哥林多前書之前寫俾哥林多教會嘅信。嗱，有啲學者咧就相信哥林多後書嘅第6章14節至到7章1節咧就係嗰封信嘅基礎。而喺嗰封已經失散咗嘅信裏面呢，保羅曾經講過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。嗱，呢句話嘅意思呢，亦都包括咗禁止同犯咗前面第10節所列出嚟嘅各種嘅罪嘅人相交。但係呢啲說話呢，佢係俾信徒誤解咗，以為保羅呢要求佢哋同世上一切嘅罪人斷絕交往。其實呢個根本唔係佢嘅意思。生活裏邊必定有機會去接觸到罪大惡極嘅人噶。除咗行淫亂嘅人啦，仲會加上貪婪噶啦，即係嗰啲貪得無厭嘅人，係一種不斷咧為自我求取增添嘅渴欲。嗱，從心思轉到行動，勒索嘅咧就強取人嘅嘢，屬於唔同認識程度嘅劫匪。嗱，呢啲字同貪婪連在一齊，同屬一類。呢一類人嘅人際關係不正確。保羅亦都繼續列出咗拜偶像嘅，佢哋咧就係同神嘅關係唔正確。世上罪人部門根本冇可能唔去接觸噶，所以保羅並非禁止接觸罪人啊。咁樣除非你離開呢個世界啫。其實保羅嘅意思只係佢哋同嗰啲口稱為基督徒，但係佢係言行不一致嘅人去隔絕，連吃飯都不可，免得有人呢誤以為教會就同意呢一啲咁樣嘅敗壞嘅行為，羞辱主嘅名。信徒唔應該繼續咁同呢啲咁嘅人嚟到親密嘅來往。保羅引用咗一啲嘅經文嚟到結束。佢哋要將犯事嘅人趕出去，留待神去審判，佢就成為教外嘅人啦。嗱，喺呢一度，保羅特別提到教會有責任處理教會內道德嘅問題，但係都要注意喺整章嘅聖經裏面呢，保羅雖然一方面去表明應當審判喺我哋中間嘅罪人，但係保羅亦都提到喺處理嘅過程當中有一個重要嘅關鍵同埋原則，就係唔係去定罪。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，我哋一方面呢就係敗壞佢哋嘅肉體，另一方面佢要讓佢哋嘅靈魂喺耶穌基督裏面去得救。換句話講，我哋要求神幫助我哋，將佢哋挽回去到神嘅面前，就好似主耶穌當年喺呢個世上，佢斥責罪惡，但佢仍然十分去愛嗰啲罪人。無論耶穌喺邊一度，當佢入到嗰個城市，佢都同罪人一齊噶，並且去尋找罪人。當時嗰啲法利賽人都睇為荒謬。耶穌係恨惡罪惡，但係佢卻係深愛罪人。但可惜今日嘅教會呢，我哋睇見嘅通常只係急於定罪，卻冇耶穌基督嘅憐愛。定罪好容易嘅，但係挽回卻係困難。當我見到喺教會裏面點樣去對待嗰啲跌倒軟弱嘅肢體，實在心裏面好難過。求主憐憫我哋，讓教會唔好成為一個定罪嘅地方，而係成為醫治創傷嘅地方，成為一個挽回軟弱者嘅地方。
因為呢個就係主嘅心意，而我哋唔係去指責別人，乃係以神嘅愛去挽回喺罪惡當中嘅人，以神嘅愛嚟到挽回軟弱跌倒嘅肢體。親愛主，感謝你嘅憐憫恩典，你嘅管教責打唔係要定我哋嘅罪，卻係要挽回我哋。願你嘅憐憫嘅愛激勵我哋，讓我哋彼此相愛，互相扶持，一同喺你面前成長。奉耶穌得勝嘅名祈求，阿門。